台湾话，捕风捉影，应该安怎讲？安怎写？风声报影，内容是从教育部台湾闽南语常用词词典引用，释义捕风捉影，一点点儿的小事被夸张得很大，用力。小可代志唔通风声报影，讲甲唔知偌严重嘞。小事不要捕风捉影，说的好像多严重一样。请支持我，点击 subscribe， 然后再单击小铃铛，也不要忘了转发给您的朋友圈。谢谢，请点击下面观看同一系列的影片。